伫台湾有真侪人近视，嘛有真侪人会选这种挂这稳型的目镜。不过你敢知影这稳型目镜的塑胶盒仔其实是会当回收的？换这环保金，佮不止啊好价。有工作方式利用这款盒仔，就会当伫咧10分钟之内变出一支新的目镜框。对，这个就可以戴出来，是一个眼镜。你要戴戴看吗？这支色水真水，佮有造型的塑胶目镜，伫10分钟进前，只是一寡塑胶本色。环保业者摕几个稳型目镜盒仔、饮料罐，佮加一寡咖啡粉。那我们这边把材料轻轻的、均匀的倒在我们的热板上面。高温把塑胶变成软甲亲像麦芽糕同款，完全让它没入，很像做鸡蛋糕一样。然后我们接着也是2只手3压力。然后摕入去机器塑形，这支循环再生的目镜肯就完成啊！业者讲，稳型目镜的水盒仔属于聚丙烯的材质，这款材质耐高温，结构单纯，有真悬的回收价值。眼镜的水盒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运用，像包括我们垃圾厨房的产品，大部分都是用我们的5号聚丙烯。那水盒也是一个很棒的原料，因为它可以做成透明的样子，所以它可以做成充电盘的外壳、眼镜的这个框的外壳，还有就是做成我们整个碗的这个容器的一个材料。台湾有真侪人挂稳型目镜，却真少人知影讲稳型目镜的水盒仔会当回收。即马有真侪目镜行为着要响应环保，提出环保金，鼓励民众把塑胶水盒仔摕回去门市回收。我们大概从去年，就是2024年的9月就开始做这个回收的动作。那现在也1年多了，那目前累积的量有1560公斤左右，然后已经突破51000多人次的回收量了。全世界每当有产生大量的塑胶，不过回收再利用的比例无到1成。亲像粪扫厨房，这期伫咧社群分享举办展览手工，就是希望透过美感唤起社会的关注，延续塑胶粪扫的生命和价值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